極端氣候已經影響到咱的日常生活，無論是考驗、飲水，也是講的傷害，對咱人、對大家產業攏是造成損害甲威脅。就有環保團體發布6都氣候變遷衝擊評比，指出講哦，對於這個飲水啊、高溫的天數、洪災、水災才會傷亡等8大指標來檢視。未來若是講全球，也是講區域這個平均的氣溫增加2度，綜合評比6都受到氣候變遷這個衝擊，上界嚴重的前3名是台南、台中、甲高雄。全球暖化甲極端氣候對台灣嘛造成極端降雨、飲水、高溫熱傷害。有環保團體發布6都氣候變遷衝擊調查指出，這10年來洪災、水災對農業無業的損失，台中、台南甲高雄分別攏超過80億。若高溫以上北甲台南上明顯，尤其台北上嚴重。10年來35度以上高溫的日子就超過86天。環團指出，攝取全球也是區域平均氣溫額2度，綜合評比6都受氣候變遷衝擊上嚴重的前3名是台南、台中甲高雄。我們去看了6都的這個氣候變遷調適的預算呢，其實呢，它在做這個社區能力建構的部分，它的預算佔總預算幾乎都不到1%，最起碼應該要提升10%。環團呼籲地方的氣候治理愛壓關預算嘛，應當以社區為本。有學者以7個鹽埕濕地種地，見若上大雨還是風颱，就驚拍開水門，會造成社區淹水。但是運用在地居民的經驗，以水位超過70公分的淹水來設定安全的範圍。研究團隊成功淹水，嘛兼顧濕地生態甲防洪需求。伊也鼓勵地方政府要增加居民參與來討論氣候衝擊的因應對策。長期的生存經驗轉譯成客觀的科學警戒指標，那在不超過這個警戒線的前提之下，這些年來我們多次成功的飲水，具體制度化，讓社區為本的氣候調適能夠正式納入治理機制。若環境部是回應講，以社區為本有在地參與是氣候法當中真重要的精神。不過要落實嘛，要根據科學盤點風險評估來提出氣候調適對策。每一個地方政府成立的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，面對的這些風險跟策略處理好，那我們再來做經費的支持，這個才是有意義的。那目前115年溫室氣體管理基金要到城市提來補助溫室氣體減量，在氣候調適的部分，敢若交8%。環境部表示，基金是用來激頭腦提出氣候調適策略所用，若是這落實的經費，要是歸國主管機關來編預算。記者盧尚珠、曾俊堯台北報道。